民主管委會主席譚偉文話：今日起會公開對電單車頭盔嘅使用規章進行諮詢，業界期望當局有清晰嘅指引俾佢哋。黃彩星報導。民主管委會主席譚偉文話：已經對電單車駕駛者同乘客嘅頭盔使用規章完成咗初步嘅諮詢文本，今日起會廣泛對公眾進行諮詢，諮詢期會到出年嘅1月31號。考慮到呢喺澳門裏邊呢使用頭盔嗰個型號都比較多，咁我哋都用咗啲時間呢做市場上面嘅調查啦，睇睇澳門我哋嘅規章呢能夠涵蓋各個地方出產嘅頭盔，咁所以我哋喺嗰個市場調查嗰度呢，實際上我哋係用多咗時間，咁呢個呢係我哋保障翻使用者嗰個安全。有關嘅草案原本預計喺今年年底會完成，但由於市場調查方面用多咗時間，令草案延遲推出。呢一間電單車用具行由10月1號新道路交通法實施起，因為未清楚新嘅頭盔標準而唔敢大量入貨。負責人話：市面上出售嘅頭盔嚟自唔同地區，價錢同質量都有差異。佢希望草案出台之後，可以對合規格嘅頭盔標準有清楚定明，以免業界同市民因為對標準唔清楚而犯法。都好難嘅，因為其實價錢方面都可以約莫可以知道到，因為譬如台灣翻貨咧，佢每個台灣嘅頭盔後邊有個合格標籤嘅，咁咧已經證明咗嗰個頭盔係以台灣標準嚟計就合格嘅咯。我哋就希望政府咧就容納，譬如接受到我哋喺邊個國家翻嘅頭盔就接受嗰當地嘅生產嘅標籤咯。諮詢文本中有建議有3年嘅過渡期，等業界同市民適應。業界話贊成，因為可以喺過渡期間將剩低嘅貨賣出去，唔使蝕本。